蛮扎实的，在右半边落地形成安打，林家宏敲出了台钢雄鹰团队在本场比赛的第1安。这击球重心留得非常漂亮。对，看起来是比较大幅度的曲球，或者是他的滑球。这位球迷也在热身，他穿长袖跳不会热，他也在热身啊。调整。对呀、没错啊。往2垒到最后的 follow take out。林家宏一开始是成功上垒，但是他滑过头了。那这边要给林弘权拍拍手，最后还有补 take 的方式，所以也演出了盗垒阻杀。布雷克在第3局变相的3胜3下。